好啦，我哋咧馬上去商城走一走。咁商城咧有一個屋企嘅外觀啊，係380個充值代幣嘅，入邊有29件模組嘅玻璃禮包。我呢個禮包都 OK 抵嘅。咁點樣買法最抵咧？就係你要去買月卡。咁你買月卡嘅時候咧，就要俾38蚊，但係佢已經即刻俾咗330個充值代幣你啦。咁呢個時候咧，如果你未買呢個8蚊嘅手操禮包，咁你買埋佢，佢就會送60個代幣，咁加埋410個代幣咧，咁你就可以買到玻璃禮包，仲有少少剩。咁樣買咧，就你又有月卡啦，又有8蚊嘅手操禮包啦，而且仲會有埋個玻璃嘅營地外觀造型嗰個禮包，咁就最抵啦，係啦。咁另外月卡咧，佢會有一種叫做星嗰啲星鑽啊。咁佢星鑽咧，咁啊通常就收碎片嘅，除非你係好歐洲你先會抽到原粒。咁星鑽儲夠15個碎片咧，就可以抽到，就可以用一次抽佢當期嘅一啲造型啦，載具嘅造型啦，比較玄學嘅造型啦，係啦。咁我覺得都幾抵嘅。咁啊，多謝大家睇到最後。如果知道嘅，咁就當睇下啦；唔知道，希望幫到新手們。多謝睇影片嚟嘅，睇到最後，拜拜。